為老友記放低啲手頭嘢先。你哋有冇試過日日食維生素、補礦物質，結果精神仲差咗，甚至手腳無力？唔使估啦，好大機會係你補嘅嘢喺身體入面打緊交。今日 Uncle Wong 拆解邊啲維生素同礦物質會相衝，條片最後有3個重點一定要記低，包你唔會白補。首先講最常見嘅鈣同鐵組合，呢對簡直係死對頭。佢哋喺腸道入面會爭同一個車位轉運蛋白吸收，一齊食嘅話，鈣會霸晒個位，令鐵嘅吸收率跌成一半。尤其係食素嘅老友，本身植物性鐵吸收就差，再同鈣片一齊食，分分鐘缺鐵，搞到面色慘白，成日喘氣。跟住係維生素 C 同 B12，好多人以為2個抗氧化高手一齊食更好，點知係踩雷。高劑量維 C 會將 B12 變成無活性嘅形式，等身體完全吸收唔到。長期咁樣會缺 B12，搞到記性差，行路搖搖擺擺，嚴重仲會影響神經。仲有鋅同呢對礦物質，好多人為咗增強免疫力狂補鋅，但忽略咗銅。佢哋吸收途徑一樣，鋅太多就會趕走銅，長期落去會缺銅，搞到血色素合成唔到，仲會影響免疫力。英國有研究話，長期高劑量補鋅，銅缺乏機率會大增。仲有維生素 E 同維生素 K， 一個抗凝血，一個負責凝血，簡直係水火不容。高劑量維 E 會抑制 K 嘅凝血功能，嚴重仲會有胃出血、腦出血風險。食抗凝血藥嘅老友千祈唔好亂夾。最後重點嚟啦，記低呢3招，包你補得啱。第一，分開食，相衝嘅營養素最少隔2個鐘，比如朝早補鐵，夜晚補鈣，維 C 同 B12錯開時間吞。第二，唔好狂補，除非營養師要求，否則唔好長期高劑量食補充劑，比如鋅，每日唔好超50毫克，維 E 唔好超400 IU。第三，優先食補，天然食物營養比例平衡。比如動物肝臟有 A 同 B12，唔使經相衝。老友記，補營養唔係越多越好，識得避開相衝陷阱先至有用。記住最後3招，下次補充劑就唔會白食啦。想知邊啲食物組合最補？點讚關注，下條片同你講。